老爷，喝点茶吧。凤儿，你今日为何要这么做？父亲，我说的都是事实，也都是我的心里话。与欧阳家的婚事，本来就是应该留给都军府长公子的。只是我从小与父亲走散，这桩婚事落在了二弟头上。可如今我认祖归宗，父亲，这桩婚事您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？我和江浩青梅竹马，他是我的未婚夫。至于你，我根本就不认识。凤儿，不是爹厚此薄彼啊。虽然当初这婚约确实是定给都军府的长公子的，但事到如今，你已然错过。而且嘉豪和月儿也彼此欢喜，你作为大哥，不如就成全他们。好，父亲，今天的事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这么莽撞，孩儿给您丢人了。只是我回到都军府这么久了，整天闲在家中，帮不上您什么忙，心中忧虑，乱了方寸。我知道二弟从小在您身边长大，帮您分担军务，与父亲感情甚笃。很多事情我也插不上手。原来凤儿心里有这样的骨气，也对，都怪我没有考虑周全。这样，嘉浩，你把负责的军务分一半给你大哥，让他尽快熟悉起来。这督军府啊，早晚要靠你们兄弟俩，一家人要和睦相处，齐心协力，才能长久啊。谢谢父亲。今后我和二弟一定和睦相处。嗯。知道了，爹。好，好啊。老大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怎么就一点都不领情啊？你以为之前你昏迷是谁给你找的医生？这次他为什么一定要送你离开？他明明知道我是假装的，却不拆穿我，究竟想要干什么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没有话要和我说吗？该说的话，我今天都已经说过了。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揭穿你庄失忆的戏码吗？哎呀，我的嘴好痛啊！也没人给我煮个鸡蛋什么的，也没人管我。哎。
那时候的义诊是你安排的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先告诉我，你冒这么大险回来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当然是回来做这人人称羡的督军府少奶奶。这里没别人，你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你可以说实话呀，你根本就不是贪图富贵的人。我说的就是实话，谁不贪图富贵啊？不然你为什么挤破脑袋都要进这个家？我现在好多事情没有办法跟你明说。那你以后也不必说。我从来都不了解你，秦继风。这样的对话，以后不会再有了。梁伯母，月儿，你醒啦？嗯，今天在成衣铺订的婚纱到了，我们呢就先去喝个早茶，然后顺便试试婚纱。好啊。啊，今天家里没人吗？啊，老爷啊，带着佳儿和风儿一大早上就出去了。今天啊，就我们娘俩，走吧。好啊。哎，伯母，啊，我这项链突然断了，你看都扣不上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得上去重新挑一挑了。没事儿，一会儿上街我再给你买一条便是了。不行，伯母，这条项链是我特意挑来配婚纱的，和耳饰什么的都是一套的，这下全都乱了，我得重新搭配一套才行。这样吧，品香斋也不远，您先去喝个茶，晚点试完婚纱，我们再去听个戏。行，那我先去，一会儿你快点过来啊。好。原来你想要这个。原来你想要这个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。还给我！你假装失忆留在督军府，就想找这个？这是梁宗岳走私军火的证据，要么还给我，要么现在就杀了我。爹，文静叫人回来拿不就好，还特意回来一趟。你到底有没有长脑子？走私军火的事情能假手于人吗？今天和史密斯先生谈判，你竟然把合同落在家里，让我怎么放心把生意交给你？啊！下次不会了。你拿到文件又怎样？督军府在皇城只手遮天，你又能上哪儿指控？又该怎样报仇？那是我的事情，你少管！放开我！
好的，先生。父亲，风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史密斯先生的电话，说今天要跟您谈合同上的事儿。今早出门，我见父亲并没有带合同，我特意取来，给父亲送过去。你认识史密斯啊？之前跟欧阳山海办事的时候见过，喝过几次花酒，有些交情。既然大哥认识，为什么从前没提过？今日突然出现在书房里，是真心想要帮忙，还是另一幕？所以你是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生意？父亲，您将军中一半的事务交给我，我自然心里有数。若是父亲不想说，我便不会问。若是父亲信我，我自当尽心竭力，绝不会出半点纰漏。好，今天的谈判，你跟我们一块儿去。是。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这里以后是我们的家。你要从督军府搬出来？是我们一起搬出来。父亲答应我下个月初10给我们办婚礼。我想过了，督军府也好，欧阳府也好，都只是我们的过去。我们得有属于我们的未来，属于我们的家，哪怕地方小一点也没关系。嘉浩，你为我做了太多了，我怕我还不起。傻瓜，我们是夫妻，谈什么亏欠？我说过，只要你喜欢，我都会去做。
小月，你终于来了。你叫我来究竟想说什么？你不是想知道我究竟为什么费尽心思的回到梁家吗？我现在就告诉你。我和你一样，想要销毁熏火，守护红城。佳儿，娘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把门给关上。快！佳儿，有件事情，我早就该告诉你了。你知道秦继风的母亲是怎么死的吗？她是被你父亲亲手给杀死的。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15年前，我娘发现梁宗岳走私军火，试图检举他，后来被梁宗岳发现了，我娘只好带我离开梁家。后来的生活极其潦倒，我记得有一天，我娘生了很重的病，我们没钱治病，我只好上街偷别人的东西换钱给她买药。后来被人抓到了，遇到了欧阳老爷，也遇到了你，小月。我说报恩是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那后来发生了什么？后来我拿着药回家，以为我娘终于有救了，但我万万没想到，我亲眼看到梁宗岳杀了我娘。开枪吧。宝玉，只要你把走私军火的证据交给我，带着孩子咱们一块儿回家，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我是不会跟你走的，风儿也没有你这样的爹。可我们是夫妻，我那么爱你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的丈夫应当是个顶天立地、守护百姓的军人，绝不是个蝇营狗苟、为了权力祸国殃民的贼人。回头吧，宗岳，你的双手已经沾满了太多无辜者的鲜血。宝玉，宝玉。娘，不要，你在。娘，没事儿，都
都过去了。我和梁松月是有血缘关系，但我从来没有一刻把他当做我的父亲。我千方百计地接近他，取得他的信任，我只为揭穿他的真面目，销毁军火，为我娘报仇，为死于军火之下的无辜冤魂血恨。小月，对不起，我不该骗你，也不该瞒着你，更不该将你卷入这场局。既然你和我所想之事相同，那你为何阻拦我拿交易合同？为什么阻拦我揭穿他的真面目？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些证据不足以威胁到他。就算我们打倒了梁宗岳，还会有千千万万个如他这般利欲熏心、置百姓于水火的军阀站出来，接着行这不法之事。小月，我们要摧毁的是整个红城的军火走私利益链。虽然我们的力量很渺小，但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光明，敢于争取光明。秦继风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小月，你最后再相信我一次。好，我再信你最后一次。希望你这次不要再让我失望。可是嘉豪，他是无辜的。这件事情，本来你父亲不让我告诉你，但既然这个野种已经危及到你的位置，娘就不能坐视不理。如果他知道身上的血仇，他会什么都不做吗？娘，您若还想家有宁日，就什么都不要做。嘉儿，你在说什么？娘都是为了你好。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你父亲将督军府的大权交到他手上吗？娘，督军府的大权对我来说本就不重要，我只想小月平安无虞。对了，我在外面看了套公寓，结婚后我会和小月搬出去住。你怎么满脑子都是这点儿女私情？就连心爱之人都保护不好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。嘉儿，你是娘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。娘知道你喜欢月儿，娘一定会成全你和月儿。